嗡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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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真情意为何众生？嗡呀嗡呀。由京剧歌王乱弹阿翔编剧创作，台语歌后詹雅文演唱的《咱拢是囡仔》MV， 就伫咧近日正式发表。有了歌王甲歌后的加持，这条歌会当讲是金曲奖顶级的组合。而为虾米会有这次的合作？廖峰表示，就要为同款嘛是五王虔诚信徒的音乐人许常德来讲起。这条歌是因为咱廖人有这个许常德啦和这个首富台湾首富来给咱介绍来参悟啦原来伊就是一个作词作曲的那是一个名家啦伊对我的信仰啦伊是真的虔诚，所以讲伊开始来参悟来介绍这个咱庙嘛，感觉讲这真有意义啦所以讲咱欣然接受啦来就是接受伊的编歌安排记者伫现场也用电话采访到知名音乐人许常德，伊表示，伊将王爷当作是伊的歌手，为伊来写歌。这是帮那个南昆生代天福写这个王爷庆典的歌啦，其实就是把王爷当作我的歌手，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呢，那我就要开始去研究，就是王爷的一些历史，然后戴天福的一个就是多年来的在信众中的做的一些事情跟形象和特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说，就像你们有看过昨天我放出来那个2分钟的短片嘛？其实重点就是我觉得说，其实要很正义，要很善良，要互助。因为王爷在台湾300年，最为人知的就是帮人们度过一些瘟疫的一些困难。所以呢，我就想说，一个有这么有热情的人一定内心有一个很纯粹的心，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去帮助人度过一个内心的慌乱而已，因为只要是有疫情真的就是连身体都是要受苦的，连生活环境都是要受困的然后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并不知道就是今年会发生这些疫情的事情，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只是说怎么会这么一个凑巧，就是说我写的这个歌的一开始的那种就是主题就是 Child in Me 嘛，就是我们都是孩子。突然间落大雨，原来大雨是大海的囡仔。新调的编曲、动人的演唱，再加上百家将的跳灯，甲缘分地带的特殊景色，互咱拢是囡仔这首歌打推出，就造成袂少的话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